星期一是新疆骚乱爆发1周年的日子，成群结队的警察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巡逻，加强安全戒备。虽然居民们的生活看来正常，但学者认为新疆当地的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仍然存在信任危机。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1年前的7月5号，新疆维吾尔人和汉人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导致冲突一发不可收拾。当时的资料画面显示，镇暴警察和武警部队骚乱之后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巡逻，一些维吾尔族的妇女抗议武警将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带走。北京政府在事件发生之后指控海外维吾尔族团体阴谋策划暴力事件，逮捕了数百人，并有数十人被判处死刑。不过海外的维吾尔人否认这样的指控。7·5事件后，中国政府暂停当地的因特网、国际电话与短信服务。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经济学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的部落格也被封锁。那么其实7·5之前汉维之间的这种相互往来，就是虽然在经济的大环境上人口流动的环境在增加，但从整体上来讲也缺乏交流，双方都缺乏交流，而且误解呢当时也很深，而且7·5只不过是一个是暴露这个问题，而且是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更严重。中国领导人说，政府对所有的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并且投注大量的资金建设新疆。对此，伊利哈木土赫提表示，最严重的是信任危机，很多维吾尔人甚至自己的同学都不信任，别说汉人，别说政府，相互的信任减少了。为什么？他们总觉得那个人是可能告密者，也可能是某一个言论他说错了，或者说的不适当，他害怕因此给自己带来很不利的东西。伊利哈木土赫提的部落格现在已经解禁，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经常浏览他的文章。伊利哈木土赫提认为，新疆骚乱加深了汉维之间经济与社会的鸿沟，也使过去这些年来的进步受到了阻碍。许多维吾尔人说，他们找工作时受到了歧视，也无法得到银行的贷款和护照。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星期天发表声明，表示民众们的生活一切正常。稍早前，公安局在当地加强扫荡非法武器和爆裂物，不过相关人员并未透露进一步的细节。美国之音电视报道。